电钻呢、电钻那个供电改用那个电脑的电源供应器连接线连到那个电钻要有那个圆形的插座，然后像旧笔电那个电源供应器有圆头的就插进来，然后那个线的部分正负极要接到旧那个笔电旧的笔电里面。有笔电那个，这个是启动，你找到绿色跟黑色线那个，用金属夹插进去来启动，来通电启动。然后那个连接电钻的那个线的正负极要接到那个比较小的塑胶头，然后有很多线，找到黄的跟黑的，黄的是正12伏特输出正极，正对正接好。一般正的是红色，但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的是黄色，黑的是负极，接好。